在今天晚上，我们能够同心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邀请我们将手机转为震动或静音，也邀请每一个在荧光幕前的弟兄姐妹，也欢迎你能够进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或者是将你手边的电视，或者是会影响你聚会敬拜神的东西，先将它关闭。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预备我们的心，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同心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生命是主你所赏赐的，我们更乐意、更愿意的心，谦卑在你面前，向你献上祈求。主啊，愿主你的灵充满我们的心，安静我们的灵，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用你的话语，用诗歌的赞美，让我们的心、我们的口、我们的全人都能够赞美主，荣耀神。求主你赐福我们，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领受从你而来的恩典。主啊，我们晓得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主，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断的在祷告当中，我们要经历神。我们的生命唯有神，你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的生命能够得以自由，得以蒙受神的恩典，能够成为一个主你所喜悦的儿女。谢谢主，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不管是我们去到什么地方，我们都要学习用你的话语、真理来活出神你喜悦的样式。求主你带领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有何等的需要主的救恩，因为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思维，用我们自己的想法，用我们许多我们认为对的事情，来在这世上做我们认为对的事，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得罪神，亏欠主的荣耀。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次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全人来赞美主。求主你带领我们，再次在你的面前，我们恳求神再次保守我们的心，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用诗歌，用信心的宣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神喜悦的样式。我们一起来唱。我的口要不停赞美，我的手要不停高举，因你应许是我的信心，每个困难中我经历神迹。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泪水中我依然高声唱，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应许从不落空。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泪水中我依然高声唱，纵然前途迷茫，我心失望，你的话是灯照耀前方。赞美中信心不断的升起，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不管你的生命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无论遇到什么样子的流泪的地方，我们都要高声欢唱，因为他是信实的主，他是爱我们的主，他的应许从不落空。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泪水中我依然高声唱，纵然前路迷茫，我心失望，你的话是灯照耀
是在赞美当中。星星不断升起，泪水中我依然高声唱，你心之上大穹苍，你的应许从不落空。赞美中星星不断升起，泪水中我依然高声唱，纵然前路迷茫，我心是望，你化身照耀前方。纵然前路迷茫，我心是望，你化身照耀前方。纵然前路迷茫，我心是望，你化身照耀前方。感谢主，感谢主。你心是何广大，你心是何广大，每早晨思想信丰盛恩惠，我一切需要你受丰富预备。你心是何广大，现在我身。你心是何广大，你心是何广大，每早晨思想信丰盛恩惠，我一切需要你受丰富预备。你心是何广大，现在我身。主啊，我们向你献上祷告。主啊，你是信实的神，在你里面没有难成的事。虽然我们生命有许多的软弱与不足，但我们从早晨你就赐下那丰盛的恩典，一直到我们日落的时候，当我们进入睡眠的时候，主你的恩典依然存在，依然同在。主啊，恳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主在你的手中没有难成的事，你要赐给我们更丰盛、更多在你面前信实的恩典。主啊，恳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时时刻刻在祷告里面，让我们遇见神，让我们亲近你的时候，让我们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神你的样式，为你做光做盐，在这世上传递神你美好的福音。谢谢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请坐。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一起敬拜神，愿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这时候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同心来奉献。基督徒，我们一起用奉献的行动来回应上帝，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用一颗感恩的心，每一次的预备，每一次的奉献，都是为要印证神要赏赐给我们更丰盛，而不是缺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次在奉献的时候，预备我们的心，一起在神的面前领受神更丰盛的恩典。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我心属于你》。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我们一起来做奉献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这时候牧师来做大桥教会相关的消息报告。我们明天会召开在南台教会召开联合圣诞节的同工会议，那也邀请每一位如果你有担任相关的部门的同工，我们一起能够一起在下午12点50分，我们一起出发一起去到南台教会召开会议。那我们在11月30号提摩太牧区有举办一个一日游的活动。那在礼拜6早上到下午5点，那我们在高雄科工馆，那也请大家能够邀请中班的还有小学到小学6年级的学生能够一起参加。那我们当天的华语礼拜会暂停1周那我们在12月21号教会有举办这个大桥里，在我们旁边的巷子那边的大活动中心，大桥里活动中心举办一个幸福有爱等你来的市集活动。那当天我们也会需要有一些服务招待的人员，那也请大家到1楼的地方可以看这个招待桌相关的这个侍奉的名单，我们来做填写。那我们在12月22号我们教会会做这个圣诞节的联合餐会，那我们这一次是采用自助式的那也邀请大家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我们能够一起参加在待会我们结束后，我们可以到1楼的地方做填写。那如果你要邀请你的朋友或家人的，还有你们全家大概有几个人，我们也请在那边做一下记录那今天牧师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个主题，也是一个我们生命当中需要经历的牧师好几个礼拜都在讲神的恩典，对不对？那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在很多人的心中其实都还是会觉得不是那么具体的，感觉好像恩典恩典恩典，祝福祝福，但是到底这份恩典到底要做些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去认识明白上帝他行的大事在我们生命当中，
其实有它特别的用意。那我们领受恩典的人，我们要如何去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好，所以牧师简单来复习一下哈，我们要如何经历神的那赢得世界的教会，要知道让更多的人看见说，哇，去到教会的人真的是充满恩典哈。我们必须要有几个，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培养出有深厚信仰关系稳固的基督徒。所以，如果你发现在你的信仰关系里面，你还不够稳固了，甚至还有很多真理也好，有很多东西你还不明白，牧师会非常鼓励你。我们在礼拜天会后的时候，我们11点到12点我们会有门徒训练的课程。那牧师会非常邀请你，让你的生命能够更多的明白，可能从一些专有名词，可能从圣经，可能从祷告，可能从圣灵，很多角度我们会一起去探讨。所以牧师很鼓励各位我们如何来培养一个信仰稳固的关系的基督徒。第二个，我们要如何帮助我们自己成为赢得世界的教会的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用在向社会宣教的这一块领域。也就是说，教会如果它不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这间教会大概就像是一个 club。club 的意思一下你知道吗？有钱人可以当入来，有某种目的的人才可以聚集在一起。但实际上，上帝托付我们成立一个教会，建立一个教会，实际上是一个有爱的教会。那这个有爱的教会，它必须要能够踏入社会。也就是说，福音不单单只是在教会里面听得到，而是要把福音带出去。好，那这是第二点。第三个，教会的信徒的生命，他必须要常常活出有见证的生命。好，那我们谈到一个领受恩典的人，他必须要明白他的生命怎么活出见证。牧师曾经问过好几个，曾经问过说，我们的信仰有没有见证？大部分的人，大部分不会去想，到底我要说什么见证，什么见证故事。那我就在想，那如果你没有见证故事那是不是就代表这份福音的恩典在你身上没有发生任何作用？懂我意思吗？因为你没有故事啊，你不了解你的生命到底怎么去领受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改变。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去明白，一个赢得世界、改变世界的教会，也就是说，那里面的教会里面的人，必须要在主的爱里面去领受这3个方向。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牧师要带大家继续来看这个主题，叫做行大事的主。你觉得上帝所做的事是不是大事啊？我就觉得一定是啦。好，那但是不见得所有的人认识，也不见得所有人愿意去领受、去看见。好，那可是实际上你会发现，只要是病痛的人，遇到难处的人，越深越重的人他通常更渴望上帝在他生命当中去行一件大事情。我印象当中，当我发生车祸的时候因为我告诉神，我跟我的朋友讲说，我希望能够好好躺着，都不要想任何事情。隔1个礼拜我就车祸真的，我是真的躺着。可是当我躺着的时候，我就在想，主啊，我都已经蒙你呼召做你的仆人，但是当我遇到车祸，为什么你让我经历这件事情？我晓得我的口，我嘴巴的事情所讲的话，而成就了什么？成就了神要开始在我生命当中行大事的开始。所以当时候我就开始在了解说，我们的话语不能乱讲啊。可是当我们讲出来之后呢，我们更应该要去明白，神要如何帮助我们的生命重新去认识到上帝真实的，他要如何帮助我们。所以大部分的人，我们在认识，我们假如今天我们来来设想一件事情假如主耶稣今天到你的身边来看你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期待他怎么做？我刚刚有讲到，有人希望得到医治，对不对？像今天的牧师待会我还要赶去医院因为下午的时候我去带领一个姐妹去探望她，然后最后在她最后要临终的时候，我们在那边一起做祷告、唱诗歌，也感谢主。其实我可以感受得到神的平安，神期待在那当中让他得着是一个很平顺的离开。
所以真的，刚刚马上就接到一通电话。我觉得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会希望得着医治，但是医治不代表有些时候不见得是马上好起来哦。医治有些时候是什么？是重新放下。我觉得能够放下就是一种医治啊。所以当我讲到说，我刚刚说我的车祸，我躺在床上，真的照着我所讲的，我真的好好都不用去想任何事的时候，神告诉我，我给你的医治是要让你休息啊。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认为说，我希望得着医治，但是神给我们的医治是什么？我们去想到底神在我们主耶稣到你的身边的时候，他会教导你，神也会怎么样？给你挑战，给你磨练，甚至主还会怎样？会赏赐给你新的才能跟能力吗？真的是如此吗？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用这些方式，会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成长。你会觉得怎么做？可是我要告诉各位，其实以上这些期待我都想过，但是主耶稣可能会对我们说：“嘿，魏愿、嘉乐、嘉丽、嘉恩，我告诉你哦，主会说：好吧，如果这些事情真的是你要的，主耶稣可能会说：我真的。”我得离开了，我就得离开，回头见。你觉得会不会是这样？有没有可能？耶稣有没有可能会这么做？有没有可能？很奇怪，对不对？牧师今天讲到很奇怪哦。一般大部分都是说，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会怎么样？主会在你身边。可是我要告诉各位，约翰福音16章7节，甚至13节到第15节。主的话怎么说？耶稣说：“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会差他来。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也就是进入那一切的真理里面。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个他就是圣灵、保惠师。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这个他圣灵、保惠师，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我请问，耶稣有没有领受圣灵？也是有哦，对不对？授予我的，我是谁？耶稣他自己。所以耶稣一开始说什么？我将真情告诉你们。他去，他离开门徒，是对我们，是告诉门徒是有益处的。所以我们回想看看，耶稣很多时候陪伴在门徒的旁边，门徒好像都不太认识他一样，时常都会跟一般人一样。所以我要问各位，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知道，我们需要主。需要耶稣来救我们，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可是有些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反而是今天牧师要告诉各位，行大事的主他怎么做？当耶稣决定回到天上，从天上帮助我们，同时他特别提醒我们，差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行大事的主。我们要认识这位上帝，我们要认识什么？是认识主耶稣吗？不是，是要认识那位圣灵。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今天你要领受圣灵，你要真实领受到这个圣灵，因为这个圣灵会带给我们生命极大的帮助。心仪朋友都是基督徒吗？都不是，对不对？所以牧师再讲简单一点点哈。有些话语可能会比较文言文一点哈，所以也非常欢迎你们来哈。那我们要知道主他死后，主耶稣他死后钉在十字架上死后，我相信有很多因为耶稣死后复活之后真正得到救恩。那之后耶稣他实际上讲的这些话，也是在告诉门徒，要告诉我们知道，耶稣死后复活之后，实际上是圣灵的工作。也是圣灵，接下来我们要认识这位上帝，都是要透过圣灵。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一起来认识、了解几个
几个上帝如何行生命的大事的过程。第一个，彼得在五旬节讲道的时候，在那一天晚上，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彼得就站在众人的面前讲道哦，结果有3000多个人怎么样悔改信主，是圣灵的工作。第二个，司提反他领受圣灵充满以后，他勇敢的站在公会的前面，然后为基督做见证，甚至呢，在受难的时候，他也饶恕他的敌人了。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好像不会饶恕人了，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怎么样？都怪东怪西啊！上帝，你没有帮助我，哦，上帝，你好像没有在我身边一样。可是我看到觉得说，人家司提反，他那些以前的这些使徒们，他们是在传讲神的道、传讲福音的时候是会受逼迫的。但现在基督徒遇到一个困难就跑的糟干他杯了，台语讲糟干他杯。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反而要在神的面前要认罪悔改。很多时候我们领受很多恩典，可是我们不敢借着圣灵，靠着圣灵去做事。保罗他在路斯德医治谁？医治一个瘸腿的。他是什么？他是透过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些故事都显明圣灵的能力，而且赋予信徒、使徒勇气跟智慧跟能力，来完成上帝的旨意。所以我要问各位弟兄姐妹，在你生命当中，各位同学们，你们生命有没有一个目标，想要说，我真的希望说，这位上帝，不管是我认识他也好，不认识他也好，你有没有期待这位上帝会在你生命当中做一件大事情呢？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是做一个牧师啊。我以前都在打架，国中时期都在打架，谩骂做一个很不是像基督徒的基督徒啊，甚至都在欺骗。当我站在这里在传讲圣经、传讲神的道的时候，我发现那个生命必须要做极大的翻转。那这个翻转是我自己吗？还是我在做表象的？不是，而是必须在我的背后有一个行大事的上帝，在我的生命中做了一个极大的翻转。有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也是期待，可能你跟你的父母亲关系不好，你希望上帝有没有可能在你生命当中帮助你，赐给你智慧，甚至可能在你的夫妻的关系，可能在跟你的朋友的关系里面，或者是在你的感情事业当中，我们都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明年牧师要做这个第3小区，我们在台南的教会有分3个小区，那每一个小区大概有10几间的教会。那牧师刚好在明年要担任第3小区的区长。那当时候有一个牧者，他就说：“明年看能不能办一个运动会啊。”那这个地方大家应该蛮熟悉的在哪里？这是大桥国中。你知道吗？当牧师我去找这个大桥国中这个谢校长那他非常的热情他说：“牧师，他就泡茶然后招待我们。然后呢，他就说好了，那个我们的场地出租其实我们都不收钱的啦，都不收钱哦。然后他就带着我这样去看虽然很少，他说很少，牧师也希望说这个影片出去不要太多人就去跟他租借了但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我要讲的是，当我想我期待办一个运动会的时候，一定要场地啊。可是要场地，你还有经费那你要想到什么？这个场地好不好停车，然后空间大不大，然后这个愿意借给我们的人会不会有许多唠叨的问题？可是当我去接触的时候，我发现，感谢主，人家是好像很像很热情的，希望你来办一样。他带着我去认识，我就说哇，太好了，这地方太好了。那室内的这个活动馆室内馆非常好了。真的非常好，有篮球框甚至还可以打羽球啦光这个场地大概我再看起来好像可以6个羽毛球场还是4个羽毛球场，非常大。所以牧师要说什么？当我们在圣灵的工作里面，我们期待我们自己在属神的国度里面去做主要我们做的工作的时候，不管是你的生活，不管是你的家庭，
不管你家人的健康。这个礼拜我带我的孩子，真的乔恩最小的孩子去给医生看，医生看完以后，我就很紧张，想说，因为原先这个可能要开2、3次尿道下裂，结果这个医生看完，他笑笑，我就问他说，医生，这个可能要不要再开刀啊？他说这样看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啦，蛮顺的，蛮漂亮的 ，OK。在那过程当中，我就很感谢神，因为神好像把那个重担，把我内心的重担都放下。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圣灵不仅会引导我们走向上帝所预备的方向，我再讲一次，圣灵不仅会引导我们走向神所预备的方向，神所预备的方向是什么？也就是他期待我们在这世上，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做一个有用的人。什么是有用的人？不是你有什么事业，有用的人是你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你是一个对人有爱。所以我非常感谢神宜化对不对？今天这位新朋友叫什么名字？婕妤欢迎你们。宜化上一次宜化跟这个心怡来到教会协助我们这个社区音乐班，他们好像进来好像就是一个老顾客一样很熟练。很热情，对小孩子对他们不陌生，所以我很感谢神。我告诉所有的大桥教会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做主的工，神就会把需要的人带进教会来。如果你没有预备好，神他不会带进来。同样的，假如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摆上，让主来用我们，神会不会祝福我们？当然会。所以你告诉主说，主啊，我今天认识你，我求你在我生命里面行大事，让我明白，让我更深的领受更多的恩典。所以我们要知道在新约里面，圣灵引导的工作是赋予基督徒力量，而且是更新他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圣灵降临的时候，门徒他们讲方言，圣经里面讲方言，就是说他们原本不是那个国家的国人。可是他们可以讲那一个国家的语言所以很特别啊！你原本不会讲英文，突然间领受圣灵，你会讲英文了，这样好不好？很厉害呢！你敢不敢求啊？好像很少人会这样求了。但是我觉得圣经里面他讲的，他们的目的，上帝是要让他们去传福音，而帮助他们的勇气跟信心得以增加。甚至我们在新约里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圣灵引导保罗。他原本是一个加害迫害基督徒的人，最后他是因为变成了传福音的使徒，是因为他心里面真正去认识到那主耶稣。所以罗马书12章2节说什么？来，我们一起来读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认为有很多的宗教信仰，从来不会去告诉我们如何去明白上帝神的心意。我敢说，没有一个信仰，只有基督教里面的上帝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的许多的真理都不是真理，是什么？是假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去明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政党，我们从一个政党就知道了。之前这个有很多小草的政党对不对？你看现在还是真的吗？据说今天新闻报道只剩下2、3只去拿着橘子去那边了，我就看到说，哇天哪！从以前很多人一窝蜂的在那边聚集，为什么？牧师要告诉各位，牧师没有什么政党，没有要告诉各位什么政党的好坏。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世界的人永远都是软弱的，但是人会把不对的事情讲成对的，会让你信以为真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意要能够更新而变化，会让我们明白什么是上帝造我们生命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最后牧师要带大家来看一段圣经节，以弗所书3章20节到21节，我们一起来看左手边的是华语的部分。来，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求主帮助我们。圣经里面特别告诉我们，我们刚刚所看的圣经节以弗所书3章20节，前面有一段话，他这样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下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要不要有爱心？要嘛，对不对？可是你知道爱心如果没有根基，那个爱心撑不久啊。所以我很喜欢圣经的话，他说要让我们的心里面的爱心有根有基，要怎么做？第17节的前半段，他说什么？使基督怎么样？因你们的信。什么是基督？基督就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救世主。如果你不信耶稣，那你的心中没有相信的时候，他没有住在你心里，你的爱心会有根基吗？没有。普遍所有人的爱心就会变得是私心了，对吧？有可能吗？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你知道耶稣的爱是什么爱？我们知道德蕾莎修女，有没有？他信上帝，他认识主，他知道主耶稣，他知道上帝给我们的爱是要什么？去服务那贫穷的人。所以你去看那一些真正有钱人，他是会用他的金钱去帮助那最微小的人，他不是拿钱去炫耀自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要如何活出主的爱。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圣经里面特别告诉我们，他让我们去体会到基督无限的爱，在圣灵里面得坚固。好，第二个，这段祷告呢，它反映出保罗他渴望信徒们能够理解经历神的大能，远超过人所能想象跟祈求的。第三个，他特别告诉我们，他盼望教会能够充满神一切的丰盛，借着圣灵的力量，在人的心中去经历持续成长跟变化。所以今天牧师最后用几点跟大家分享哈。第一个，你要依靠神的能力。圣经里面撒迦利亚书4章6节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要依靠上帝的圣灵。你要依靠上帝的圣灵。什么是圣灵？我快速的讲哈，这个是一位非洲宣教士大卫李文斯顿，他在非洲传道的过程非常辛苦，但是他整个过程当中呢，经历到很多，因为他一开始是希望去到中国去做传道，但是后来因为一些事情的发生，他并没有按照他的计划去到了中国，他反而是去到了哪里？他是去到了在非洲的过程当中去经历到，哇，原来有那么多的非洲不认识主的人，所以他就去到了非洲去帮助那一群需要帮助的人。在那当中呢，他体会到一句圣经的话，诗篇119篇第1节，他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便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便为有福。我想问各位，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会不会去经历到你是神的？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有神赐给你许多的恩典，会不会？如果是基督徒了，你会不会？会。可是当你去领受到这些恩典的时候，是因为怎么来的？你知道上帝是赏赐恩典的主，你会怎么经历？以前我都认为那就好像我来教会，我去做了某件事情，小时候，可是一直到最后，我从这句话里面，我更深的体会到，当我们行为学习去遵守神的律法，我们的生命就真实的落入在神的恩典所祝福的百姓里面，而且是真正得着蒙福的人。这位李文斯顿呢，他在成为一个宣教士，他被呼召
进到那在困难当中的这一些非洲人当中。他在3次前往非洲的时候，他其实大可以花很多时间留在英国。可是李文斯顿呢，他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什么？我的一生啊，除了解救人的灵魂之外，没有第二个选择啊！我将全力朝此目标装备自己。他最后他还说一句话，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所说的，这就够了。他为什么说这句话？因为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分享，到底是什么给你那么大的力量，会去到那个非洲，完全是那么的困难的地方？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他说，这是主所说的。主说：“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时常在神的面前要领受行大事的主。我们要明白，第一个要倚靠圣灵，对不对？倚靠主，倚靠主的圣灵。第二个，我们要倚靠什么？寻求圣灵的引导。约翰福音16章13节，我们一起来读：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我刚有讲，在世上的许多真理，我们很难以确认什么是真理。你会发现，一个人他讲的头头是道，他讲的话语好像很有道理，好像是真理。可是当你发现到最后，它并不是真理的时候，那你以前你所浪费的时间，你会发现，我刚好花那么多时间在干嘛？所以其实基督徒圣经里面一直在教导我们要等候，要时常在祷告、灵修，甚至读神的话语里面去明白，圣灵在告诉我们，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去学习。神教导我们如何在遇到任何的困难当中学习依靠他，依靠神的力量。那神的力量怎么来？透过祷告，透过灵修，透过更多神的话语的学习，帮助我们去领受圣灵的带领。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能够依靠神，凡事都能做。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愿主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感谢主，是因为你是行大事的主，你是创造我们生命，也带领我们生命来认识你是创造有能力，是拥有权柄一切能力的主。主啊，我们向你祈求，是为要得着生命的平安与盼望。求主你赐给我们真理的灵，让我们明白你引导我们走在你生命的道路上，帮助我们克服许多生命的困难，让我们学习倚靠你的大能，坚定地走在神你所为我们预备的道路，充满亮光，在这世上做光做盐。在我们每一次学习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恳求神赐给我们生命有一颗愿意仰望神、交托、愿意求告神的心志。我们相信你在成就我们生命美好的事情上面，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实的认罪悔改，学习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主你手中，你必定赐给我们永恒的盼望。求主你也带领我们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国斌兄，还有宜化，还有婕妤，祝福他们的生命，让他们在前面的道路上能够从神的话语领受智慧，领受生命的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祈求祷告，也祝福在座的每一个在观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愿神赐福他们，在他们就近的教会能够学习，将他们所期待奉献的金钱或者是心智回到神的教会中，一起来服侍神，来赞美主。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一同领受生命的智慧，让我们的生命活出有光彩的生命。谢谢主，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在我们每周六的晚上6点半，我们同一时间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也愿你平安，在你就近的教会，如果你有感动的能够带着你的祝福，带着你的平安，去到教会，一起来祝福更多的人。